大傲氣的我，住到東方一個島。從前人哋看地圖，仍舊難找到。世界盡已知道，提到香港都讚好。潮流由我創造，繁榮大家分享到。無論在呢處在嗰處，大家也笑也傲。勤勞地開心去開心創造，隨人哋跟我，但知我明天也會上路，前面那光景令人鼓舞。說創造看招數，要有新招先叫好。這類人面帶自豪，手勢已經睇得到。我哋喺呢度。早晨，亞洲電視現在開始播映。亞洲電視本港台。電視本港台。亞洲電視本港台。亞洲電視本港台。亞
洲電視本港台。亞洲電視本港台。亞洲電視本港台。你睇緊嘅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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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亞洲電視本港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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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睇緊嘅係 ATV。你睇緊嘅係亞洲電視本港台。